问你一个问题，有问嘛个唐山到台湾无半点钱，请问记得怎么会无半点钱？有嘛个奇怪的原因？因为啊，记得无带到钱，哈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姊妹，你哋应该会记得我个名诶。也是个长久以前有人同我讲个小可，是讲大家有嘛个同行业有关个小可，要做底分享本我。今日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大家要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、留言。下个礼拜同样个时间，要记得来哦。我是阿姊妹，走来了。